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电影工作者就提倡新电影运动。台湾的电影走向再现本土历史，也有女性主角的崛起。亲像1984年的杀夫，就用大胆的镜头呈现女性遭受暴力，也有性侵等等的问题。不过，迄当时有关是真保守，真侪画面拢予政府加调。伫2012年，经过国家影视厅中心的修复，即马要把这完整的版本呈现给观众。 你敢跟我来这一套？这出《杀夫》是1984年的电影，改编台湾作家林光的同名小说。内容是讲一个女性因为长期受家暴性侵，最后甲翁婿刣死的故事。电影内底有真侪前卫的镜头，不过40年前台湾抑阁真保守，播出进前有几个所在互政府加调。2022年经过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的修复，但要甲完整版献给观众。作家李讲希望这出电影会当继续带动女性自主权的崛起。去互人在向的身体方面的种的甲咱压迫、甲咱侵略、甲咱伤害，这部分老实讲一直在发生啊。你对不起我所以你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即马大家拢有的观念。这就比我迄个杀夫内面迄个女主角加进步足多。我希望咱查某人继续拢有这样的款的安怎讲觉醒。 台湾新电影运动自1980年代开始，这个时期嘛是台湾社会本土意识、女性主义等等思想崛起的年代。国家影视厅中心即届以杀夫来做伊的新电影的开幕片，中心指出英国在讨论新电影的历史，拢尽罕得关注女性创作者、工作者。因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家了解在新电影运动当中女性的角色和贡献。女性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是拍实验作品或是纪录片，那这些作品通常也都不在 一般传统新电影的历史的论述会被去谈论的那可是当我们再重新回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是相当的多样，然后具备创意还有前卫性。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相当值得在这一次的机会重新介绍给当代的观众。 这个影展以1980至90年代国内外电影为主，当中有要30出电影参展，包括台湾导演吴秀晶拍的《我的历史》，永汉家主演的《家己的天》等等。国家影视厅中心希望会当让大家看到女性的观点，进一步来思考未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